是花生。花生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小白菜。种子在发芽机里浸泡，这些芽苗培育不靠土壤介质，只用水。芽本身是让种子的养分完全转变成根茎叶，中间不加任何的化学药品。恒温控管22到24度，微生物繁衍最慢。再提供好的湿度、好的水和好的空气，种子养分就能100%转换。生命自有生存的出处，我们去把它找到它最轻松的出处，然后它就很快乐的发芽了。保留根茎叶，达到整株生食的安全标准。刚开始就有容器栽种，是一并考量收成运送的便利性。生计饮食的风气，光亚洲就有上百亿的商机。所以这里其实标榜就是只要有生命力的芽来到这里都能生长，是，对不对？是。迪杜黑马给这里面是什么？很漂亮啊，不问团，黑马盖。就给你猜，不认同，猜，哎，你看看。哦，我没看过。是，你注意看，你一定知道，看黄黄这一颗。玉米也用这样子让它发芽。是的，目前日本、马来西亚在健康食品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芽苗菜。采访这天正好有印尼买家来观摩取经，中天井的芽苗育种设备继续改良研发，结合了 LED 灯的使用，再搭节能趋势的顺风车。你在一个船舰、一个运输船上面，你只要有一个房间，这样就可以去生吃一些新鲜的芽苗菜类。然后在沙漠地方，你也可以，因为它的水还可以循环，可以使用，所以它节能减碳。这样的植物工厂，台湾经验已经移植到海外。因为生产者不断的在思考如何结合更多台湾的优势资源做到最好，而这也正是台湾产业能够不断转型的活力。迪杜黑马给不稳妥，迪杜黑马给不稳妥。